水流东经啊。啊，三元堡有一个道长，道家的道长啊，刘唐夫子，他功力很高啊。他常常收一些徒弟，就是老娼嘛，就是流氓。他有功力收这些啊，把他收起来，然后叫他们哦，受那个道观啊，公庙，受公庙去当主持，改变人，这也是功力不错啊。那后学就接近他，那段时间接近他，他说功力这么强，真的。然后他的公庙都是后学在画，后学说，那你这个徒弟公庙要怎么弄？他说你去看就知道怎么弄了。哦，那一段时间后学接近这个道教，接近太阳。有一次前人看到后学，你知道你头里面有一道黑影呢？黑影，我说感恩慈悲啊。他没有讲什么，后学讲，可能我接近这个水流道境，水流东经，现在功夫已经有修过里边了。后学就不接触那一些道教，就开始在道场呢，开始认真的修办这样子。可见前人呢